好啦，繼續來看郭文鐵，因為京華城案一審被判刑17年，目前是咧準備第二審，合議庭裁定郭文鐵為8月初5，也就是為今仔日開始，監控的科技設備為電子腳鐐改做電子手環。郭文鐵早起抓到拐仔，現身佇個派出所，講因為長期掛腳鐐來行路無運動，再加上前幾工佇個疫情出道，所以今仔日才會抓拐仔。伊嘛特別強調講，伊絕對袂逃亡。連續講無代誌，毋過拄拐仔的手是小可食力。主席腳還好嗎？前民眾黨主席郭文鐵今仔日到派出所換電子監控設備，兩支腳明顯重心無啥共款，敢若就是因為倒腳的電子腳鐐，那伊今仔日來就是要甲腳鐐換做手環。也許法務部想要把他所有的刑具都展示一遍吧，先電子腳鐐，再電子手環，下次看有沒有電子項圈呢？換手環了後，腳步明顯加真輕鬆，手環頂懸閣大甲問題由議題有關係大紙。郭文鐵京華城案一審被判17年，伊進前針對延長科技監控，閣有掛電子腳鐐提出控告甲撤銷申請。高院審理了後，考慮到3803條的個警當中，有98趴是系統故障。去年9月15出庭，手機當庭就咧等。電子腳鐐敢若是無電，科控中心卡來查勤。郭文鐵接電話表示，我佇咧法庭，審判長當來甲我看，為着減輕負擔，裁定為今仔日開始，甲電子腳鐐改做電子手環。最近剛好因為全省凸顯，走路走太多了，所以可能反正就在浴室裡面就扭到了，還好了，我就先擺個幾天看看再講。因為我這個24小時 GPS 定位。過去上節目夜倒腳，電子腳鐐已經成做生活一部分。太太陳培琪嘛佇咧面冊鋪文，講腳鐐長期互伊重心袂在，倒腳較重就要用正腳指力來經來平衡。前幾工佇咧疫情正腳落着袂指力，只好紮3腳拐仔出門。即馬換新的科控設備，9月初8嘛會召開2審的準備庭。郭文鐵會安怎備戰？外界攏咧關注。